大家好啊，我係 Ivan 啊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新項嘅 YouTube 頻道。今日咧，我就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平時比較少介紹嘅 PA System 公共廣播系統，就嚟自韓國嘅 InterM 呢個品牌。InterM 咧係韓國有成41年歷史做公共廣播系統嘅生產商。咁嚟緊咧，我介紹呢兩件 product 咧，就係 InterM 嘅一個信源播放系統，同埋一個多聲道嘅前級 MSP 6142同 PP 6214。首先介紹 MSP 6142，佢係一部多功能嘅播放器，咁佢就可以播放呢個 USB、SD 卡、藍牙。仲有佢背後有10個 analog 駁信源嘅 input。咁另外仲有呢個 MSP 6142咧，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嘅，佢有一個獨立 tuner 嘅 output， 即係佢播緊 USB 啊音樂嘅時候，佢嘅 tuner 都可以作為一個獨立嘅輸出，同時兩個一齊播放嘅。而配搭 SP 6142咧就係呢部 PP 6214啦，咁佢係一部多聲道輸入嘅前級，佢有8個咪輸入，7個 line input 嘅，其中 channel 9到12咧，佢係可以做 line in 或者 RC 嘅立體聲輸入嘅。最特別佢每個聲道前面個面板咧都係可以校呢個獨立渦輪掣嘅。而且 channel 1至10佢有1、2呢個 on/off 嘅 select 選擇輸出嘅 main output 1、2嘅飛打手推可以俾我哋使用嘅。咁呢個 PP 6214佢係一部多聲道 input 嘅前級，但係我又覺得佢係一部好好用嘅 mixer 咁樣喎，因為佢又有 EQ 調校，仲有呢個 main volume output 嘅飛打就咁推，咁啊佢操作起嚟咧就係好方便嘅。InterM 嘅 PA 產品咧用喺呢個醫院、學校，咁啊小至呢個零售店、coffee shop、健身室咧做呢個背景音樂都相當合用嘅。咁如果大家對呢個 PA 產品或者 home theatre 嘅產品呢個安裝有任何疑問咧，就可以聯絡我哋。咁啊，希望大家繼續追蹤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。咁下一段片再見大家，拜拜。